梨園趣事第18集，粵劇施虐嘅爆笑江湖，從廢紙到萬金嘅傳奇交易。Hello，各位聽眾朋友，歡迎嚟到梨園趣事第18集。今次我哋要講嘅係上世紀粵劇梨園嘅一個神秘又搞笑嘅傳統。施虐，呢張紙好似一張彩票，值錢時可以換間大屋，唔值錢時連廢紙都唔如。師傅同徒弟之間嘅施虐交易，充滿江湖味同爆笑故事。今日我哋會講下施虐背後嘅八卦，仲有老官們點樣喺呢場交易中鬥智鬥勇。準備好未？一齊跳入粵劇嘅施虐江湖。施虐嘅魔力，一紙值千金。喺粵劇嘅舊日子裏，學戲要同師傅簽施虐，呢張紙係師徒關係嘅契約，師傅攞到手好似攞到寶。點解？因為徒弟如果紅咗，施虐就變成一張黃金入場券。師傅教出明覺，徒弟要取回施虐，就要俾一筆巨款。有啲師傅靠一張施虐賺到夠買間屋，抵得過做幾年班。但如果徒弟無天分，演咗幾年都係副角，甚至連副角都做唔到，呢張施虐就真係廢紙一張。師傅想靠佢搵錢，真係得個吉。聽講有個師傅收咗個徒弟，簽咗施虐後教咗3年，點知徒弟上台演技麻麻，連遊花園嘅過場戲都演得4不像。師傅失望到喊，喺後台話：我呢張施虐係咪要當柴燒啊？點知徒弟好幽默，回話：師傅，柴燒都燒唔出票房，不如留住紀念啦。結果施虐真係變咗紀念品，師傅唯有笑中帶淚。施虐嘅規矩：3年免費打工。施虐嘅一個大規矩係徒弟滿師後要為師傅免費演3年戲，呢3年嘅人工全歸師傅。但呢3年唔係隨便計，要等徒弟做正印、頭牌角色嗰3年。例如南花旦小丁香係跟小武英雄樹學戲，後來喺仁壽年班做第2花旦，年薪過萬。英雄樹拎住施虐，笑到見牙唔見眼，同小丁香講數，攞咗一筆巨款，聽講夠買間大屋。有次小丁香喺後台同班員吹水，笑住話：我呢間屋係用我嘅靚聲同施虐換返嚟嘅。仲有薛覺先嘅故事，佢跟新少華學戲，雖然兩人是郎舅關係，但施虐仲是要簽。薛覺先後來紅遍省港，仲同新少華嘅妹妹結婚。點知新少華拎住施虐，話郎舅歸郎舅，施虐歸施虐。薛覺先好爽快，俾咗5000蚊取消施虐。後台班員笑住話：薛哥，你呢個施虐仲貴過你嘅婚禮。薛覺先笑回：婚禮係一世，施虐係5000，值啊！呢啲施虐交易真係充滿梨園嘅人情味同笑料。紮腳勝嘅施虐收藏人，講到施虐嘅江湖傳奇，點少得施虐收藏家紮腳勝。呢位大佬專門低價收購施虐，當成投資。佢買咗好幾張施虐，賭徒弟會紅。有張施虐係俏章嘅，後來俏章做咗正印花旦，施虐值咗萬金。仲有啲施虐，佢用幾十蚊買，後來升值到幾百甚至1、2千蚊。行內人睇到眼紅，話：紮腳勝，你係咪有施虐魔法啊？有次紮腳勝喺茶樓同班員吹水，拎出張施虐話：呢張紙買嗰陣得30蚊，依家值1000。點知隔離桌嘅小生老官笑住話：你呢啲施虐係咪連我嘅都有份啊？紮腳勝好幽默，回話：你嘅施虐，除非你紅到同俏章一樣先有㗎。全場笑到翻天。施虐嘅投資熱潮真係俾梨園加咗唔少話題。小生聰嘅施虐故事，師子了情，唔係每張施虐都值錢。有啲師傅收徒弟，簽咗施虐後點知徒弟唔爭氣，施虐變廢紙。小生聰係一個好例子，佢收咗個徒弟叫一點紅，
本來一點紅做咗花旦，施藥有機會值錢，點知一點紅好到，紅咗一陣就沉落去，連取回施藥嘅錢都冇。小生聰好心腸，自己係當紅小生，唔計較呢啲小錢，於是喺一點紅面前將施藥撕毀，話你專心做人，施藥我唔要啦。呢件事傳開後，行內人個個讚小生聰大氣。有次喺後台，一個男丑同小生聰開玩笑，聰哥，你施藥施得咁型，係咪想演施藥救徒啊？小生聰笑住回，救徒唔夠票房，我都值啦。台下觀眾聽到呢段八卦，仲話小生聰嘅施藥施出咗梨園佳話。施藥嘅搞笑插曲，台上台下都精彩。施藥嘅交易唔少得搞笑插曲，有次一個新花旦想取回施藥，點知師傅開價太高，佢喺後台喊住話我唱10年都未必夠錢贖施藥。點知班主好幽默，提議不如你喺台上加場贖藥記，唱到觀眾俾你贊助。花旦聽完笑中帶淚，上台即興唱咗句施藥貴，痴心更貴。台下觀眾拍手到手紅，仲真有個觀眾拋咗幾蚊上台，話係贊助贖藥。仲有次一個武生滿師後想取回施藥，點知師傅話你翻騰夠型，施藥我留住做紀念。武生好淡定，喺台上表演一段超高難度翻騰，唱施藥留，英雄氣不留。台下觀眾以為係劇情，拍手喊好。後台師傅笑到合唔攏嘴，話你呢個翻騰，翻出咗我嘅心動，施藥還你。施藥嘅傳承，粵劇嘅江湖精神。施藥雖然係一張紙，但背後係粵劇人嘅江湖情義。從廢紙到萬金，施藥見證咗師徒之間嘅信任同努力。希望你哋聽完呢集，會對粵劇施藥嘅故事多一分愛。如果你有機會，不妨揾下小丁香或者薛覺先嘅經典演出，感受下梨園嘅江湖魅力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今集嘅梨園趣事就圓滿結束。記得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粵劇故事，或者話我知你想聽咩梨園八卦。多謝收聽，下次再見。